超速撞死人，手中以小巴黑盒數據將司機定罪。飛車，硬咳，衝燈，有名你叫亡命小巴嘛？咁出名，難怪政府要小巴裝個俗稱黑盒嘅電子行車記錄儀啦。黑盒終於起作用啦！律政司第一次以黑盒嘅數據舉證司機超速，仲成功將被告入罪。講緊舊年2月10號大年初三，一個23歲後生仔喺大埔公路第一苑對出過馬路嗰陣，俾被告揸嘅綠 van 撞到，撞飛5米外，重傷送院。小巴車頭撞到凹晒，擋風玻璃爆裂，後生仔送院後第2日死亡。案情指案發路段只可以行50。但肇事小巴嘅黑盒數據顯示，當時車速最高係每小時64公里，足足超速行咗17秒啊！辯方喺審訊嗰陣曾經傳召過專家，諗住挑戰黑盒數據嘅準確性同可靠性，但最終不獲法庭接納。辯方求情時話，被告86年有車牌，揸咗小巴13年，多年嚟只係得3次交通記錄，要求法庭判社服令啊！不過官就反問：可以咩？官話：雖然死者過馬路太匆忙都有責任，但被告揸開呢條線，應該知道呢個位成日有人亂過馬路，但仍然超速同冇開車頭大燈係加刑因素。官仲話：如果被告當時冇超速，可能揼得切車；如果有開大燈，亦都可能避免到事件發生。最終判被告監禁21個月，停牌5年。被告早前亦都承認用一啲露出鋼線嘅舊胎同冇貼呢張貼紙，一共要罰款2000蚊。其實裝黑盒係始於呢單嘅。2004年，兩架紅 van 司機賽車爭客，最終喺北角英皇道釀成2死17傷嘅嚴重車禍。之後政府喺14年起規定新落地小巴，除咗裝咗要運輸署批准先可以 check 嘅黑盒之外，車速都要 set 時速80公里上限。